漏咗春分。各位市民、各位官員，大家好！好高興可以喺最後一場政制發展諮詢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澳門政制發展嘅睇法。作為一個80後，我睇見澳門政制上需要發展嘅，並唔係經常有人提起嘅點樣讓立法更好咁監督政府施政。我關心嘅係行政同立法點樣更好合作。人類嘅社會咧，無時無刻咧都係需要做選擇嘅，唔係一個簡單嘅選擇，唔係二選一，而係多選一，或者係好多選一。好多時候我哋都冇辦法喺當中揾到最好嘅，正係因為咁，我哋只着眼去揾最好，唔係智性嘅法門，反而提高做選擇嘅效率咧，先至係重點。我認為加強行政同立法之間嘅合作咧，先至係社會進步嘅動力。因此，對於澳門嘅政制發展，我覺得應該係漸進式嘅，保障澳門而家現有嘅經濟發展成果。喺得到中央政府嘅信任同埋確保澳門發展嘅民主咧，唔會變成民粹嘅前提之下，一步一腳印咁發展我哋嘅民主。前幾日我聽電台有一個主持咧，用一個佢好既定嘅普選就等於民主嘅思路咧，不停咁去質問一個打電話去表達意見嘅市民。佢唔停咁咧試圖將佢嘅民主咧就強加於嗰個市民。喺嗰一日咧，嗰個主持甚至講出澳門嘅政制咧係全亞洲最落後嘅政制。我當時咧就好想駁斥佢。其實如果喺佢口中呢一種最落後嘅政制可以創造出亞洲最高經濟增長同埋低失業率，咁其實或者呢一種佢口中嘅最落後嘅政制都係唔錯。再者，民主並唔係只係有一種模式，普選唔一定係最好嘅模式。澳門嘅基本法規定咗澳門唔以普選作為終極目標。所以我哋應該去尋求最適合澳門自身嘅民主之路，而唔係去問澳門點解冇普選時間表。澳門特區成立12年嚟，經濟飛速發展，市民生活有咗好大嘅提高。我認為呢一樣係得益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得到中央政府嘅信任，同埋政府行政主導嘅政治架構。所以我更傾向保持呢一種對澳門有利嘅狀態，即係我支持等額增加直選同間選議席兩席嘅方案。多謝大家。現在有請李